見到呢笪黃色嘅皮就知道今日教大家整燒賣啦。今日會一次過喺呢5分零鐘嘅片裏邊教大家整2款燒賣，包括係黑松露燒賣同埋我哋平時食到嘅蟹子燒賣。咁大家可以睇一睇所需要嘅材料先。另外我今日會用到廚師機幫手嘅。首先我哋將急凍蝦解凍、洗乾淨同埋啤一啤水嘅，啤佢15分鐘啦。然之後將浸好嘅冬菇切成細粒，記得要將浸冬菇嘅水留起備用喎。用廚師機嘅好處呢，就係可以解放雙手。將蝦仁擺落去啦，然之後開着廚師機，以高速將蝦仁打至起膠，落半茶匙買皮呢，你去返一般賣餃子皮啊、伊麵啊、河粉、腸粉嗰類咁樣嘅粉麵鋪頭就會買得到嘅。如果你要用嘅，咪攞出嚟解凍咯。如果唔用嘅，其實擺喺冰格都可以擺幾個月都冇問題嘅。咁其實包燒賣一啲都唔難嘅，係啦，大家可以睇睇啦。咁我就用呢個方法包嘅，我自己覺得即係最緊要係最就手嘅啫。可能大家包嘅方法唔同，都唔緊要嘅。總之包出嚟成到件事就得㗎啦。咁啊，我左手托住塊皮一路轉啦，右手就用個匙羹握一握實嗰個豬肉餡咁樣咯。咁我寫出嚟呢個食譜呢，就一共包到47粒燒賣嘅。咁啊，磅一磅俾大家睇啦，大約每粒30克左右啦。話咁快包完，我竟然呢包完之後先發覺唔記得買蟹子啊，於是嗱臨使我老公落去買蟹子上嚟啦。跟住擺佢入蒸爐，開100度，即係大火啦。咁啊，蒸佢20分鐘可以噶啦。熱辣辣香噴噴嘅香菇蟹子燒賣出爐啦。咁我預咗將其中一半嘅燒賣係整黑松露燒賣嘅，咁所以可以喺蒸好燒賣之後先至落黑松露，然之後先再擺翻落去個蒸爐度
保蒸多5分鐘就可以噶啦。我就建議大家咧唔好晨咁早就擺埋黑松露落去蒸嘅，因為咁樣蒸法蒸20分鐘嘅話咧，黑松露會冇晒味嘅。希望你中意我嘅分享啦！如果你中意我個 video，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記得訂閱我個頻道啊！遲啲見，拜拜。